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3月14第3届来试射无人的太空飞行器，这也是世界上强的火箭。这摆飞行的距离比丁两岛还阁较远，也毋过落尾要转来到地球的时阵，煞失去联络。SpaceX 公司的次世代次间火箭系统发出正大声的声音了，慢慢升起来，离开发射台了，飞向太空。这边关键的起飞对以后的登陆月球加太空任务正重要。At this point, we've already passed through Max Q, that maximum dynamic pressure, and passing supersonic. So we're now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sound, getting those onboard views from the ship cameras. 过2分44秒，下半部的推进器加顶半部的太空船准时分离，飞过大西洋加非洲南部，对要到200公里远的天顶传回地球的影像。这边的任务是第一级的超级重型推进器，33具免轻引领全部拢启动。第2级的飞行器所有的6具引领加太空船送入去轨道，不过飞起了1点钟了，太空船煞失去联络。The team has made the call that ship has been lost. So no splashdown today, but again, just it's incredible to see how much further we got this time around. 讲是世界上上强大火箭星舰，伫去年的4月加11月有执行过2遍试射，不过尾拢伫咧空中爆炸解体。SpaceX 对这2遍经验学习并且修正，伫咧第3遍的试射，又搁想要试新的目标。前2遍试射目标是计划太空船落来时阵，落伫咧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原来这边原本是按算要落伫咧印度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